以前你想投資 Apple 嘅債券，你要點樣做呢？開一個海外嘅證券戶口，匯款過去，先俾人扣一筆手續費，等幾日到帳之後呢，最低門檻都要幾千美金。成套流程走落嚟呢，大部分人喺第一步就已經放棄咗啦。但係香港啱啱發咗張牌照，正就係將呢件事嘅門檻呢降到幾百蚊，幾分鐘就搞掂。背後有一條大部分人呢仲未睇得明嘅投資邏輯。我哋先講一講呢張牌照係啲乜嘢。香港批准咗穩定幣嘅發行，簡單啲咁講呢，就係一種同港幣1比1掛鈎嘅數碼貨幣。你可以將佢理解成為數碼版嘅港幣，但係咧佢就跑喺區塊鏈上面，轉賬唔需要經過銀行，幾分鐘就到賬，手續費咧幾乎為零。所有人啦睇到呢條新聞，第一個反應就係以後俾錢匯款更加快啦，冇錯。但係呢個咧只不過係表面，穩定幣真正打開嘅咧係另外一扇門。你仲記唔記得頭先我講嘅嗰張 Apple 嘅債券？如果咧佢俾人代幣化咗，就係將呢張債券變成一個可以喺網上區塊鏈上面直接買賣嘅數碼版本。你用手上面嘅穩定幣直接買咧，成個過程咧就好似喺網上面買一件商品咁樣，落單、扣款、到賬，幾分鐘就搞掂。而呢件事咧有一個名叫做 RWA， 就係將真實世界嘅資產搬到網上面嚟交易。私募基金啦、一級市場股份，甚至係房地產嘅份額，呢啲以前只有機構同埋有錢人先掂到嘅嘢咧，上咗線之後，普通人第一次有機會入場。而穩定幣咧就係你用嚟俾錢嘅嗰一個工具啦。咁但係呢度有一個關鍵嘅問題，你冇可能攞一張冇人認嘅假鈔去買基金係嘛？咁所以穩定幣都一樣，冇政府認可嘅穩定幣咧，冇人敢攞佢嚟買正規嘅投資產品。所以呢一張牌照嘅意義咧，唔係匯款更加快，而係俾錢嘅管道咧，終於都合法啦。呢條路先算係正式開通。咁投資嘅機會喺邊度呢？你試諗一下，呢啲代幣化嘅產品喺香港要上架，可以喺邊一度買呢？唔係求其一個平台都得，只有攞到牌照嘅虛擬資產交易所先有資格。依家香港有幾間 HashKey 啦、OSL、EX.IO 名咧，你唔一定聽過，但係佢哋手上面嘅牌照咧，就係呢一個新市場入邊最稀缺嘅嘢啦。你可以將佢想象成為高速公路嘅收費站，用穩定幣嘅人越多，想買代幣化產品嘅需求咧就越大，而所有嘅需求咧都只能夠經過呢幾個收費站，車嘅流量越大咧，佢哋收嘅過路費就越多。呢條路咧啱啱先通車，但係大部分人咧仲係睇緊新聞標題，最早入場嗰一批咧，從來都唔係等所有人都睇得明先用。記住追蹤我，學習更加多 Web3 同埋投資嘅內容啦。